Hello，過咗比賽，人係輕鬆啲嘅。不過咧，哇！食咗2日啲街嘢食之後咧，成個人即刻脹翻晒。不過唔緊要，因為已經開始咗咧第2階段嘅訓練啦。不過咧，今日星期2，今晚咧有一個大戰咧就擺喺我前邊。一陣間就即將要開始，係啦，我呢一個10K 45分鐘嘅即係 challenge。每一個圈咧400米咧係要跑1分48，咁係一個唔算話真係太難嘅速度嚟。咪係咯，當年用咗一個暑假做咗一件瘋狂嘅事，咁但係其實我應承我啲年青人我要做俾佢睇，所以呢件事一直放喺心裏面。4547，咁謝主起水，好彩最後有一班快馬開波，有得俾我跟。呢個咧先係做到一半，因為遲咗見到45。耶！喺呢一個炎熱嘅天氣底下，睇下先，今日溫度幾多？依家23度，都唔算話好熱啫噃。小試牛刀啦，因為都已經過咗立夏啦，已經係啊，所以我覺得有呢個成績咧，都算係咁。但都係一個安慰獎，又係安慰獎，因為咧見到45呢個字，咁啊爭47秒。好可惜，完成唔到。即係如果我 keep 住訓練嘅話，應該今年內真係可以即係入到45。